喜欢他。吸引力法则，你看到就是你想要追的女朋友，你就一直心里想、幻想。有哦，他幻想的可彻底了嘞。对啊，他没给女朋友的时间。真的假的啦？对啊。有考一朵版这样子。一整礼拜有7、8版。啊，还有了，因为影片嘛演员，居然用狗友版搞好上的，好上的拉倒嘞，上讲买充片做在存钱。哦吼，来哦！山路流啊，冲啊，心路开路，莫将开心爽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强下来。太高好啊，红度啊！哎，真的太高哦！哎呀，好，哎。如果你的节目底部度有一位垃圾话大师嘛，那一定是非我们小康老师莫属啦。小康老师对哦，掌小康老师声鼓励啊他可以出经典语录，哦，真的哈，他有很多经典语录吗？青豆呢，给朋友们要分享啊。他老婆还有一个相簿叫《闪闪惹人厌》啊，不是啊，《闪闪惹人爱》哦。这相簿里面前一称来看到一段话，我真的是觉得，哎呀，很厉害，很有感触。他不愧是垃圾话大师，很有感触吗？真的，因为给朋友哈分享一下。用路当中看到一张样片，你自己讲一下，你老婆看到一个影片想要拐你，结果他老婆反被拐，哎呦，还被逗得花枝乱颤。哎呦，嘿，哦，就会给这样片有没有？他就问我，嘿，你喜欢Cindy还是我？啊，哦，哎，哦吼，哎，那你怎么回答？因为正常我就问谁是Cindy啊？对啊，对啊，他说那你喜欢Cindy还是我嘛？他就还是要问这个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说我喜欢 Judy。为什么是 Judy？ 因为老婆还是要 Judy 好，老婆 Judy 比较了解你，新的老婆她喜欢你的钱。哎，你看那个相簿闪闪惹人厌嘛，是不是？现在不一样喽，哦，两模不一样了。他昨天问我，有新版了，答案了。你喜欢辛迪？因为我还是我带他去了一趟韩国以后，哦，他就从 Judy 变成辛迪。哎呦，哦，他去做了。所以他昨天问我，你喜欢我还是喜欢Cindy？我说我喜欢Cindy，因为这个我的心底只有你，没有他。哇塞，你眼神很多哎。充电黑俩，今尾分享的给乐色话大师经典语录，同样你今本的主题有关。哎呦，他是有什么主题？就是要献给不管是Cindy还是 Judy 的，就是最爱的那个人，献给挚爱。哎，欢迎7V 朋友了，有请了7位大来宾啊，来到你节目当中，冲过来分享他的挚爱，不管是Cindy还是 Judy 哈。阿周嘛冲俩狗哎，分享不骂啥。好，来，欢迎 TV 嘿，主品云带来恋恋路边花。好来，哎呦，路边的野花哦。挑白甘烟插烟，为做配的路边花，开到一串一串一串串，又望又拍也又抢，青岛的西，天地风都摇，上个天气随风摇，江路边花。最轻摸，听到层层的一幕，花开了又那是那，莫做了是那
路边花，客家阿妹花。伊敢会一路顺，只因爱全无卡。烈烈路边花，客家阿妹花。用一个亚老花，会用满天花。烈烈路边花，客家阿妹花。敢比一路顺，只因爱全无卡。烈烈路边花，客家阿妹花。用老花会用满天下，烈烈路边花，客家阿妹花，雨甘的一路顺，只因爱全无卡。烈烈路边花，客家阿妹花，用一个老花会用满天下，烈烈路边花，客家阿妹花，雨甘的一路顺。只因爱全无卡，烈烈路边花，客家阿妹花，用一个老花，会用满天下。哇，天边路边花，路边嘅花，那鲁冰花呀，路边花，路边花就是鲁。他这首歌是在讲鲁冰花哦，鲁冰花对啊，鲁冰花对啊，天边个路边花，鲁冰花对，鲁冰花。因为唱个，唔知那片哦，英国迄桃园嘅福田吧吼。跟人哋客家嘅节庆的时候，也有鲁冰花开的时候。哦，真的啊！哎，家家会有个发通，边从客家路边有鲁边花，2月到3月的时候，鲁冰花，他们办那个鲁冰花节，嘿，有个节，哎，你都不会办发通。这个坐井观天呢，我都不知道呢，还有这种东西。有啊有啊，金黄色的花海，一片哦，对，整片哦，有去，2几年都有嘛。对，每年都有。哦，所以这首歌是献给谁？那条歌你还充电？一定是啊，一定是什么啊？我献给我妈妈的啦。你妈妈？对，其实很感谢《闹捏大旅头》的芥末。哦，因为我爸爸，我有唱过歌给他了。还有姐姐，就是妈妈没有。为什么妈妈没有？妈妈为什么压到现在？因为刚好主题啊，主题的关系。那要拜做主题啊，那应该母亲节来才对啊。没关系，也可以趁着这次的机会哦，都说的啦，嘿呀。其实我们特气就是千变万化，有时候刚好符合这个气化的时候，就都在来嘛。所以妈妈，你觉得妈妈很辛苦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女人一生其实真的很辛苦，好辛苦，有铁阿妹，维持这个家庭嘛。那而且妈妈就是从小，因为我们家就是开那个茶佛店，哎呦，同罗哥用的，有一个茶佛店，西舍朗年，在对40多年，在2024年的年底就要关掉了。哦，刚好去年关掉了呢。对，去年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店面是跟人家用租的，对，对他就是要收回去，他就跟你说，我就让你开到年底这样子，也是去年的年底。你要帮人家每周得退休了呀？对啦，就是他为了我们就是做了这么多，付出了这么多，一生就是花在我们的身上。那除了一个杂货店照顾了多少个小孩？哦，对，除了他生4个。我妈生4个，然后呢，我哥呢又生4个，哇，全部黑都不开。对，哇，哦，真的哦，所以一间差不多点，应该差不多点。安尼休83年，娘个公司娘姐姐咧，姐姐有供2只，已经嫁出去了，嫁出去嘛，哥哥带副卡，阿妹还有兔孙呢，还有孙呢，哇，安尼有卡差不多点生理算以后哦。对啊，不止这样子哦，我都称他为佛菩萨。妈妈就像对，妈妈就像菩萨一样。哎呦，好，因为他是怎样？他在店里面，然后坐在那里，人家会来上香拜，会发光，还是会就是捐献给你们。因为像爱受爱 Q， 他们的小孩，因为可能从小可能爸妈有离异嘛，那所以我妈妈就是养很多，对。全部都托了，可能有10个以上哦。哇哦，那你妈很大气耶。真的呢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大度。
真的是，真的佛菩萨，那真的是了不起呢。就觉得说，哎，他除了我们要养育之外，那额外的又还要教育很多的小孩，真的不夸张哎，我们都会觉得哇，怎么有人可以这样子？怎么有这种能力？对啊，怎么会有这种能力？还有这种耐心，现在年轻人自己都养不起了，你看，哇，妈妈都可以这样。好强哦！对啊，妈妈还连兄弟姐妹的孩子们对就一起，然后到现在养到很大了，然后都出社会有工作赚钱。他们平常假日会宽养妈妈哦会，所以可能我们假日啊节庆聚会的人就懂得，可能有20-30个啊。用感情就以后，因为我记得你跟点妹底部都还会做发通嘛，对，有节庆的时候他还会在里面带活动，办活动。点妹回到那之前。佢都跟苗栗條婚，迄幾方嘅嘛，係山東方嘅。算它也不偏不山區也不市區，就算中間。哦，OK，好多中間。衛星城鎮那種概念。對，就剛好你們那個村莊的一個雜貨店。就一點差不多是這樣子。哦，所以各個親戚朋友都一照顧啊。哇，跟我那一些老顧客不是很懂潘的。對啊，他們就是沒有地方可以聊天。真的。做的衣服卡大追顧啊，做的大追顧啊。還是你們就在自己家開就好了。再開一個呀。對，自己家換地點這樣子。佢都落魄很嘅。冇啦，辛苦咧啦，一成年係冇，所以結婚嚟退休咧。退休啦，比好過退休成法啦。對啊。好。有條歌基本獻俾媽媽。媽媽有糖豆啦哈。練魯變花。魯冰花是母親花。對，就客家的母親花，因為它凋謝之後可以滋潤那個當肥料，所以就是他犧牲奉獻的精神，真的很感謝我的媽媽。這樣，你們要好好表現，好兒子，係嘛？好好加油，好，謝謝，OK，謝謝，好來，殺下來係寫阿妹唔點用去衝兩條歌，他還打了個呵欠呢，新婚快樂，梁賢賢。看電影，天
Just get married. Hey, I'm for you. 愛幸福都本睇嘅險險 Just get married. Hey, I'm咁痛。TV 裏的你，都愛變數下。 什麼拍㗎？哥哥好，今天我聽到感覺，第一拜堂都按甜。對呀，就好像那種 AK47 有沒有 48吧 ？48 AKB 48，你在幹嘛改？你說那個日本的什麼？對呀，對，那種感覺，他唱這首武器嗎？哦，是槍啊，那是槍，不是武器。哦 ，AK48 哈，沒有 AK47啊。我就對加進去就48。哦，48。哎，香嘅感覺，甜甜的，哎，完全冇同樣沒有懂演哦，我就會加唔注意。對呀，一個感覺很淒涼。對啊，哎，一個很。這是待嫁女兒心嘛？有冇想要衝兩條狗？對呀。一首歌曲啊，我會送俾我嘅爸爸媽媽。爸爸媽媽？為什麼？因為有新婚嗎？最近才登記哦。唔係唔係，因為記得出門嘅時節，去為手牽手。哦，兩個人會哦。係，結婚幾多年呢？結婚20年。我哋係喺24歲，差不多24年了。24年到現在出去，係啊，還會手牽手。係啊。他是誰有那個？誰逼迫的？冇，其實我感覺啦，就係走不回家。相處模式，大嗓音嘅相處模式冇空用，然後就感覺哇，他們還就是能走到就是24年，這麼甜蜜，我覺得17年很了不起，很讚。24年，而且是很主動的，大概出去就會牽手，吃眼就會牽，會挑釁。因為調戲哦，調戲，因為我沒有男朋友，也就是會就是，假如你是我，他就會這樣子，挑釁啊，看我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會暗湧，就是會故意走到你，對，就是會把你就是牽到，要不然就是走到前面的時候，就是兩個人就牽起來，騙人家沒有，呀爸呀妹，好幼稚哦，對呀，何止幼稚，挑釁自己女兒什麼意思？這樣子出去很難安排座位，因為因為我爸爸媽媽，還有我肉台，還有他女朋友。你露台已經有女朋友了？對啊，我常常坐遊樂設施是自己一個人坐。怎麼有點心酸？還原消費車有沒有？就我就是多出來的那一個。那你之前教的那一個嘞？有帶回去過嗎？有啊，有。但是我不會這樣。哦，你不會在你爸媽面前這樣？對啊，我怕我爸殺了他。你怕你爸把手打斷？沒有，我爸就可能眼睛就哦，懂了，就是感覺不一樣。奇怪哈，係啊，新阿拉搞誰麼就做對啊？嘿，就是爸爸就會暗湧啊，女兒是小情人嘛，媽媽應該唔會吧？媽媽比較像閨蜜，哦，比較像閨蜜，同樣爸呀妹感情。你會跟你媽聊男朋友的事情？會，因為他就會就是爸爸的年紀越來越大，脾氣越來越好，但是媽媽的脾氣就是越來越壞，只是年紀越來越大，脾氣越來越壞。不是，我覺得可能是。但是我看你爸媽的感覺，我以前看他好像覺得爸爸脾氣比較好，媽媽比較壞。爸爸可能就老了，就是可能能接受的事情變多了。哦。然後媽媽就爸爸隨和多了。對，隨和多了。現在就是媽媽可能比較會有一些小情緒，而且是可能是我們寵出來的。唔係，就愛掉就自己叫負責任啊。因為就是習慣了。以前就是聽媽媽的話，這樣子。出門的時候就是因為現在多了一個妹妹，我們家是一家5口。哦。嘿，那出門的時候就是愛媽媽就兩手空空就。哦，可以去吃個。你會看到2個，我爸跟我弟2個就拖行李箱那樣。哦。
妈妈是家里的皇后哎，贵妇。有一句话就是把妈妈安排好，一切都平安。哦，两边是菜发，妈妈好，大家好。对，妈打点好就好了，家里就平安无事。因为前一段时间黑矮100跟妈妈一起出门，对，大概就你用啥？对，就我们2个。哦，对，然后就很麻烦啊。哦，2个都不会拉行李的人一起出国。哦，那请问行李留在机场？雇个挑夫吗？我就自己拉2个吧，就变这样。哇，你妈也真的太好命了嘛！因为你做一件事情就会忘一件事。做一件，忘一件，做一件。难怪你爸要把他牵住，因为怕他走不回家。但他去家做呢，妈妈比奶嘞。因为有一摆就黑妈妈去便利商店买咖啡，她很开心啊，终于看到了要买咖啡。那我爸说，那他先去把车发热，这样子上车就是冷的。凉快。嘿，我妈迷路了，什么意思？没便利商店行出来就会查爱的吗？嘿，还要过一个路口。哦。但是我妈转弯了。你妈怎么了？她转弯了，她就左转，就便利商店嘛，就黑沟一对面就黑就转过去，然后走下一个路口。啊，真的黑？哦，那真的要签，要签好，那真的要签。他有一些不一样呢。中，他就打电话跟我爸说，我迷路了，你在哪里？就哎呀，这啊，那真的要叫你爸爸签好了，然后就给抽的嘛，我下去买。你是2年，杭州的感情安好，难怪他会唱新婚快乐，新婚快乐，每一天都是对，每一天都想。我还以为是你自己待嫁女儿心呢。对，他应该很想。我是24岁，你是西耶，一直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吧？没有关系，今天唱这首歌可能就有机会了，嘿啊，读到抽烟瘾。张威 handful， 很好，好，谢谢，什么芊芊，新婚快乐，他穿的很可爱。对，那天去便利商店，对啊，有一个老头去便利商店买东西，然后总共318块。哦，老头是你吗？你怎么那么清楚？然后他就给了500块。哦，然后店员就问他：“你有18吗？”骂啥？骂啥？哦，你妈妈在外面。妈妈，主角在。刘芊芊说你坏话，妈妈。哦。雅茹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要签好哦，还是你填好了呀？你身上要不要有电话号码放着？对啊。摆好。哎，以后要买那种包包给你妈背有没有？里面有一条绳子。其实应该有送钩，现在那个 iPhone 不是苹果有出那个吗？有时候是不是应该扣在那个手机上面，或者是丢包包？对。他会出门就拿行动充出门，然后。开出去了嘛，因为应该3档嘛，开到那个镇上的时候，我手机没拿到，他带了充电器没有带手机，他手上拿着行动充，我们不能发脾气耶，我们要默默的开回去说没关系，拿到就好。哪有匆匆的心思，点点空的该阳光度。怎么了？阿婆她的眼睛不好，我以为是没有那么严重，结果。回来，台北我就打电话，然后我说我想要视讯啊，然后我就看到阿婆眼睛有纱布包着，开刀的吗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开刀呢。里面没讲的，就是包住这样，而且心很痛，对，很寒的，我就3天都吃不了饭，就很难过。阿婆还多少？我也忘记了。我们要默默的开回去说没关系，拿到就好。真的哦，不敢再说其他话。不过还是真的要防患未然。你回去不会有事吧？不会，因为我爸也这么认同。我爸真的有爸爸做靠山，爸爸请求刷了哦。反正出事爸爸扛嘛，出事爸爸扛这样。可是以你妈会迷路的程度，她可能等下出去就忘了。她就会站在那不会走。你不要走哦。抽后了，先抽后，真的板后了。等下又报警哦。哎呦，好了，杀下来。杀了，恐龙偶像带来 Tell You。哦，来谈过啦。
思像疼痛，老老交交归通旁，天空啊，你在哪地迷乡？一掠头，放后以后，秋天乡，饮了红光，天不经变，四经冲，将眼线汗水含含，等你是心酸。爱老老交交归通旁，天空啊，天空啊，地迷乡。爱有匆匆的心思，点点空地该阳公路，上爱偷偷老你讲了杂故事。爱有发酵的心思，总得打造一寸一路。一早早的阳光，不是安心松。一掠头，发酵以后，秋天香，饮了红光，天不经变，四经冲。将眼线汗水含含，等你是心酸。爱老老交交归通旁，天空啊天空啊地迷乡。爱有匆匆的心思，点点空地该阳公路，上爱偷偷老你讲了杂故事。爱有发酵的心思，总得打造一寸一路。一早早的阳光，不是安心松。爱有匆匆的心思，点点空地该阳公路，上爱偷偷老你讲了杂故事。爱有发酵的心思。马给你出一路，一早早的阳光，不是安心松。天空让声音在哪里？迷乡。大家好，恐龙偶像，哇，那条歌显文乜嘢？显文爱个木卡尼，木卡尼哦 ，Tell You 哦，因为 Tell You 的故事，Tell You 个故事啊，就会，我们家里的人脾气都不太好，很常会吵架啦。你这样，你家里的人会开心吗？但是我自己也脾气不好啊。哦，对，不过我们都会礼让大家啦，哈，就是吵架完是家人，吵完架后要解决问题。然后妈妈那米哈就没事情嘞，安永对啊，感谢对啊，还感谢家人，感谢家人的教育之恩，安永教育之恩，养育之恩，对了，养育妹黑，教育妹黑教育啊，对，不康也是熊出妹黑啊，真的很多家庭教育出来的那个孩子，到社会上他就是会呈现什么样子？就很多人其实真的，包含我自己在内也是，可能对家人的那个耐心不够，耐心啊，或者什么听到吗，妹妹？妹妹，对啊，但是对外人都很好。哦，你对外人都很好，对外人都哇，非常的和善，非常的有耐心。哇，但对家人就哎呀，莫爱用，对家人才应该要对，大家都要学习才会好。没错。不过谈的年岁太了，其实会越来越懂为什么家人有时候讲一些话或做一些事情，真的是为我们好。因为 F 卡紧张会按用讲，不然我干嘛要跟你说这些？说莫爱头很高了的事情，嘿么？没错。无所谓了解了的事情，还有前一阵的唐公阿婆身体有冇爽快的冇？哦，干不会做的？怎么？
庾澄志，不行，忍住哦，是男子汉哦。他啦，干嘛？用哎，阿婆怎么了？阿婆她的眼睛不好，然后我以为那时候我回去花莲，他说他看不太到，目珠蒙蒙啊，两粒都看无嘛到，一个，有检查吗？有，想说他下礼拜要去看医生了，没相干哦，我以为是没有那么严重，结果回来台北我就打电话，然后我说我想要视讯啊，阿婆说冇供电发出后嘞，然后爸爸就开视讯，然后我就看到阿婆眼睛有纱布包着，你开刀嘿吗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开刀呢，里面冇讲嘿吗？就是包住这样，而且心很痛，对，很寒的，我就3天都吃不了饭，就很难过，你又是阿婆带大的小孩，对呀，所以跟阿婆的感情是最深的，对呀，现在好多了就很好了，他现在好了吗？对，现在好了，好了，所以看得到了，看得到。那可能是什么青光眼还是什么？没有可能啊，因为弄应该有时候白内障，其实他们都是小小的问题。那其实白内障现在那个医学很发达，对，他弄一下，而且很快很简单。对啊，阿婆要好好照顾自家的身体啊，人家孙的。嘿嘛，也发展都好，腿被发展的以后，以你为荣，对不对？喂，阿婆以你为荣。阿婆还多少？我也忘记。70岁了啦，应该差不多70岁。我也忘记有没有80了。应该有啦。应该差不多了。上摆来看起来差不多是70岁。给粮食哈。对。我80还很健康啦。身体还1天吧。1天呐。可以。膝盖有时候就不好走路。老人家腿发多瘦啦。对啊。所以阿婆那这个顾好身体哈。系啊，有咩问题会讲啊，阿婆。人孙呢要较发展到位，系啊，较发展到位，你要行下讲用，对吗？唔系啊，偏要讲一句话哦，就老人家哦，有咩问题会讲出来。较加去解了就有问题。莫拖。真的哈，莫不那子孙辈的会担心啊，有问题会讲。唔讲个还有种眼盲哈，眼盲，就会该因为哦录影前啊，有问该义军啊君哈，佢讲你今天会从就是我们一起创作的歌吗？你有同佢向他创作一条歌其实我就是在旁边看而已，所以他自己写，他们自己去创作，因为我想说我想要让他在这个舞台上有唱看看，他是不敢，所以我很期待说他能不能唱副歌还是干嘛的哦，就让大家给他做个冲一吞啊。等一下我们再 cue 他，对，好。等一下我们就 PUA 他没有唱，我们就不能下班，好不好？已经难得出了一首单曲了，为什么不唱呢？这么好的平台就唱啊，对不对？拖拉下水，对，唱一下，最后这样啊。阿婆应该在看电视。对。你除了你条下讲的主要事情，可能有咩法同阿婆讲的嘛？身体要顾好哦，不要再出去走了，那个膝盖都不好走了。在家休息，要平安哦。平安哦，然后你不可以再长大了。就停着就好了，不要再长大了。不要再长大了。他小时候就说我们刚会长大，但是我现在希望你不要再长大了。永葆青春啊，阿婆，嘿嘛，身体健康啊，嘿，两个孙的太太有能力做得友好呢，本期机会好好友好，嘿嘛，对啊，这个身体要顾好了，充电嘿有问题会讲，对啊，对，嘿嘛，自损咱冇麻烦咯，嘿啊，真的，好，做得嘛，做得了，还有嘛，冇嘞哈，还有发。对啊，当友好的好长人啊，真的厉害，难怪也按缝，对嘛？友好的人真的一天不特别缝，
真的，真的，好， 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阿婆有糖豆哈，身体会天空哦，好来，撒下来，撒落迄起司飞带落归来，对，躺下啦。含着幾歡放，搖來到宿舍嘅地方，時間長掉光，經過我一度觸動，台北以後總愛念家鄉。要來到你宿舍嘅地方，時間長掉更高，經過我一度觸動，台北以後總愛念家鄉。高站，高站。以后一定会变经典歌曲，真的，客家的经典歌曲，情感通呢，懂好懂，真的懂好懂。虽然讲歌词一简单，不过讲的全是满满的情感。真嘅有一種就像回顧故鄉的感覺，有種回鄉嘅，頭一擺糖豆亞數歌曲嘅時間，其實就心關都就當感通。還有獻本哪一個對象？我想要獻給自己。去幹嘛？回來。轉移嘅意思。應該講，讓我的靈魂回到自己身體裡面來。哦，你是有出竅了，是吧？
有上次有请到的事情会改变你的想法，回到初心的意思。其实想这么想，其实是在有一次让阿莫跟他对话的时候，会不会 give me？ 嘿，错，会不会 give me？ 跟他对话的时候，我很记得那句话，我到现在都还一直用。真的。因为他很生气的在跟我说话。Don't can， 你 don't can， 你讲，妈妈，不是一直在说你要退休了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？紧攀的。对，可是我不假思索，我只回他一句话，说没有啊，我就看人家快乐，我就很开心啊。可是我后来，我就话就在这时打住了。可是来说，唔记得会不会讲嘛？可是后来这句话我一直放在心里面想很久。啊，莫用我按 can 让来讲下去发。可是这个时候我真的要跟他说声对不起，因为有懂得的事情，因为我太在意别人的事情，没有去在意我自己身边的人，然后也没有照顾好自己，然后有很多的事情，懂得的事情没有回归到自己身上的态度，就会讲你没有先爱自己，怎么去爱别人？可是我倒过来，我先去把了别人爱了以后，再来想自己，好像颠倒了。结果把自己一定有懂得的事情，一定够去搞高先，对呀，你会揽在自己身上，有啥时候呢去给他兴起哈。有时候就是很忘我，我会很忘我，我是那种疯狂型的。那一旦喜欢一首歌，喜欢我可以听一天，一首歌就好，比如芭蕾我就听一天这样。我就会听一整天。你说芭蕾吗？芭蕾，我不会，你确定芭蕾？你是举例吧？举例。我想，我还以为有人这么铁，我靠，听一天听不腻啊！我听个一遍我就腻了。我会这样，我就会你像《星光波北》那首歌，凤飞飞的那条歌，我就从屏东一路听到花莲，我要坐5个小时的车，我就只听那一首，就一直 repeat。调班被很用呢。我会可以不要吃饭，我可以不要什么，可是这倒不会。心态很年轻呢。真的吗？这倒不会，不可能。真的，废寝忘食，吃东西摆在前面。废寝忘食，真的。我的3餐要不是老公顾着，我是不太正常的。我是不太正常的，我是不太正常，我不会想到要吃这件事情。这特别讲因为他生长在花莲，不是，就是他现在在花莲法莲啊哈，沈发应该高度懂后，不会呀嘛，其实都是应该是可以衣食无余啦，应该对，不过还有其他想要做的事情，对呀，梦想，你都客家的师傅没跟我按认真，按边的做。对，可是就是会发现，就是因为按呢，结果都太投入在外面的事情，你忘了你自己。应该要照顾后去给他身体，结果你没有去注意到你自己的身体，没有关心到自己家人的问题，所以有很多时间我都投入在工作。我没有，比如说，所以小孩你都不管，也没有不管了，只是就是会比较少时间陪他们，因为我要核销啊，我要什么上百页，我可以做700页的成果报告书。哇！700页，我都阅读障碍。对，我已经读，我只光听我就阅读障碍。700页，对啊，一个人完成。可是我要去收集资料，半年的时间，按你收集资料形成一本。我也没有读过大学啊，可是我就非得要生出那700页，那很痛苦，非常痛苦。可是我要连做，每一年都做这个700页，做的我很痛苦，而且不是一年不是只有那1本，可能我要生出4本到5本。有赏识就是因为按你勾心，可能你就唔错哎，你就开始觉得我对不起自己了，我就要开始折磨自己。睡不着觉啦，没办法吃饭啦，哭一整天啦，这样就很无聊啊。你最近都会奔车轻松，对啊，我都发现，有上升啊，就会吃东西，我是不是得忧郁症啊？对啊，后来因为有上是阿丽太不会，这叫强迫症。对，我会一直哭我会哭一整天，然后躲起来哭，因为我先生不喜欢看我哭，我会躲在厕所哭完再出来再继续打。你就前一步的啦，我总来一整没有我因为就是我疏于照顾而死掉，我心里就会很怪罪自己，可是当下我不能哭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赶一个企划案，我非得要在那2天之内赶完，可是我不能掉眼泪，一天我盯着那个电脑，把所有事情做完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不能哭，不要想这件事，一直想不能想这件事。
可是就很难呐，你总是太硬了，思慧老师，慢哦，对啊，你放过你自己啊，总是要闭上。你女儿都跟你讲了，叫你不要那么累，对啊，张弛有度，可以紧绷，但要记得放松，对，不要一直拉太紧。对，所以让他，我就会想到，其实有时候我对自己太严苛，可能有时候太严苛的时候，你会制造很多麻烦给自己，你不想要。你就算想要放过自己，你会发现你自己又把自己揪回来，在那个罪恶感里面一直不断的转。奇怪，照讲住在花莲那个好山好水的地方，应该是心胸很开阔。没有，不是那勾心问题。我如果住在花莲，我一定每天这样走在路上。没有，在花莲其实是超旧。对啊，骑摩托车要慢慢的骑这样。大家其实说好山好水啊，就像刚刚看到他有使命感啊。刚刚看到恐龙偶像的时间，我就会觉得，其实我心里面是就是会觉得很心里面很不舒服。为什么？他的阿婆我认识，不是他的阿婆我认识。当他一个孙内的讲要看事情，我是心里面春归大标，我心疼恐龙，我也心疼阿婆，所以两地相思，有时候就是在这上头，我看他其实是自己都会觉得。那你真的不能看一些连续剧或者什么？对啊，所以没事就会写港威啦，会写法呀呀这种。其实我吃的不是。神发沟的后彼此都要给彼此足够的力量跟支持。对啊，超来，不用把他想的那么拧，要不然叫你老公多陪你啊。没有，他已经陪我24小时，24小时哈。他经常会讲。那要不然你没事就去花莲啊、台东行啊，哎呀，看啊，冇这个海边起点看啊。冇啦，那皮勇乞丐很吹，他可以帮你做这些事。这个时候真的你要压力要分摊出去，因为专业的人士的帮助很重要。之前要下邊懂。業務啊，同個好朋友開始來講嘅時候，我就發現我放鬆很多。其實係啊，所以我就差不多了。團結力量大。對啊，我現在大概有20來位。哦，那夠了啦。對，我就會覺得不哭，只是有時候有感而發，有感而發，因為發點的聲音的嘛，所以我會比較感念在心裡面。好，OK，安之 C。謝謝，什麼羅哥，放過自己，放開自己，好不好？吉娜，我知道。我曾經看着人忘記名字，很怕。提人忘名也是正常的。下去抱一下恐龍哎。OK， 好啊，來。同是花蓮人。對。那吃到我一上你今後的表現哈，就會好好照顧自己，讓愛你的人不要擔心。說我要回來了，對不對？可以，你還是你想要過來一起介紹下一位？醬醋啦，也可以哈。好，下一位。沙羅係彭義軍帶來漂洋過海落坑。好來。你老公對你很好。今天想要感謝他，就是對他一直以來對我的疼愛跟包容。對，因為我有時候對你一定要很大的包容。要牽着，你知道嗎？像那個脫韁的野馬。哦，像去家媽是不是？別來唔準來啊！有。继续漂洋过海的来看你，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，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地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
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。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生嘅勇氣，要用過去記來蓋面。你了也不見你，讓你顏面世界挑起了每一次練習。也從來唔是將愛給輕易表達千萬分之一。你了也給遺憾，兩也傷了傷意。煩躁無停，記憶中的天天嘅堆積在我心中，永特起。你讓你嘅色濃，愛的情節夢嘅時候，夢至少跌落地。三分的相思啊，數十嘅種種意。每次浮上眼尾，每次空下的心冠，將會面對我滿意的呼吸。在錯夢太回裡，讓愛總比滿意你愛思念嘅心。我也講這兩眼裡存從愛真情意，夢中讓你相依。相思啊，宿舍嘅種種意，每次浮上溫味，每次空下的心冠，將會面對我滿意嘅呼吸。在錯夢太快裡，讓愛總比滿意你愛思念嘅心。我也懂這兩眼裡存從愛真情意，夢中讓你相依。我也講這兩眼裡存從愛真情意，一生感謝有你。谢谢老师，老师好。亚条波嘅主角喺人欣賞。係呀，要數過誒，姚敬他，對。所以老師已經就離開了，老師到天堂去了。幾歲了，老師？老師40幾歲，50幾歲過世的。安優生，如果還在的話，啊，老師還在的話，應該50幾歲。安優生哦，老師係乳癌的復發，對對。喺唔係龍時嘅欣賞。喺我太學都碩士應驗生嘅主修老師，對主修上我會知道。你會用歌獻給他，是他真的對你懂貨呀。啊，老師，對啊，因為我南部從來特別讀書嘛，啊，你就想說一個窮學生，其實就是到異鄉念書，那其實那時候就是讀書歸讀書，然後。其實冇乜嘅零用錢啊，他就老師他想給我們的養分，有時候其實還是需要經濟上的花費。比方說，老師就餵奶給你們吃。沒有經濟上的花費。老師不會搶啊呢，就是他會用各種名目去搶啊，一是搶啊，一是飯啊，一是東西。啊，他就覺得他會講唔到排水講啊用，自己會主動來照顧唔到。
古董啊的那边。是哪一位老师？何康廷老师。为什么好人都不长命呢？哈，因为他们都是天使啊，他们可能很早上天就修犯了错，然后可能下来修行一下就上去了。他们要带给一些人，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的轨迹，嘿，那样用，欣赏有赏是那样用的呀，青铜眼那样用的呀，嘿么？对啊。你刚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咬字有一点怪怪的。真的哈，对啊，你是受到小康老师影响？对啊，有一点，他的远距离恋爱的影响。我还来看你怪怪的。你从啊有感情，有啱个旁白。重音放出来没？对啊，我不老是骂谁。那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很多遗憾来不及对他说 ？TPO 同欣赏讲的话，甘有加油2条狗根本也表现，谢谢老师。等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是非神志啊，唔怕。情感就要用表达出来啊，唔是云南的嘛，哈。这样，我们先不要讲好不好？刚刚恐龙，刚刚你的那个老板有许愿呐，哈。对他许愿，希望你这个冲走的狗曲，冲走的狗哎，冲一下啦。他这个啊，重赏落一下好吗？来。冲点迄歌会写出来吼，唔是讲伊好也唔好，你还切个故事，切个心情，吼，表态一下。发表出来。今每本人欣赏躺一下没做的，来，好冇？来唱一下。一些团的就好嘞，好冇？莫爱歌名。扎星。嘿，爱迄写好罗歌，俺讲爱副科迄好罗，爱俺来客家话。哦。古时候迄好多歌会同个客家话结合的，没有，就是副歌刚好。你自家写的吗？还同闽南其实冇真是好歌作曲，他就有一类欣赏单来共下写，共创是嘿，我现在先写啊，可能共创，对，一下来，唱一下。来，一段主歌副歌就好了。你这样子，你要怎么当艺人？好多歌的部分还有冇？基本上喺创歌的人，第一摆创作的时间会紧张，唔会吃到讲，唔知迄好也唔好。脸皮要厚一点。我跟你讲，就要像我这么厚。对呀。黑嘛，因为大家都跟你说好听话，我们就当做真的，没错，我就是很屌啊！冲一下来。唔是惊啊破下，唔是惊啊破下，搁一摆叫我的名。我来唱歌给你听，不是惊啊破声，不是惊啊破声。我想要讲的，你敢知影？你讲白啊，请你转达给伊听。来副歌的部分哦，下不拿破的歌嘛，好听啊，青后堂啊，后堂啊，你还是菜饭呢，后堂嘛，有不当红油嘞，系嘛，你啊就会你发行一条单曲嘛，这首歌不是这样，很拔辣的歌啊，对啊，流行歌就是要拔辣啊，把它写的像摇篮曲一样啊。这种歌大家学起来就很那个啊，就很容易上手啊。对啊，希望啦，没有青懂影会共感的那种歌，一后啊，一后堂啊。那下一次就来唱整首，哇，好吗？下一次。好。怎么你干嘛？为什么这么客气啦？这么奇怪，这个狗很那客气的嘛喏。你那两片那个总冠军，好不好？拜托一下。我快60岁，我都还没芭蕾，咖喱芭蕾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有这么客气的？不是客气啦，做嘛表演就会按用。2条歌会按后堂。嘿啊，2条歌以后堂啊。谢谢。好，下一次来唱整首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你下次要来做闹热音乐会了。哦，好，黑毛吃饺了做闹热音乐会 ，OK， 好，等你。我是这节目的制作人嘛。哎呀，有没有给挺好的？后嘞，你有冷静一点了吗？你不是每次都会验片吗？我一直都。你还挑字幕哈，字幕剧。
好了，没啊，其实有时爸同其先生讲啊，他现在比较冷静。你去给他冲做咩冲出来？当然要讲啊。因为先本给亲爱跟你嘛，嘿嘛。对，然后康婷老师跟何老师说，谢谢您。然后如果没有你，可能就没有我现在在事业上，就是教学上的一个很基本、很基础、非常扎实的耳朵。或者是可以帮助学生在唱歌上，我们不能说可以帮学生唱得更多好、多天后、多天王的状态，可是我们可以帮助学生比较健康的唱歌这样子。然后跟老师说，我来不及跟你说的，对不起，老师。为什么对不起？你其实老师唔好爱唱流行歌曲，就会。非常迟，为什么我会说到硕士班1年级？就是我是后来被逐出师门。我不想被我妈看到。因为你不听老师的话。对啊，老师就会觉得不想一直往声乐的方。对，你就古典美声学好好的，这是你以后要发展的啊。你都一直不务正业。对啊，然后就去接 case， 就去唱流行歌，或是做这些事情，我觉得你没有当好，你做好你自己的本分。然后对，因为我觉得学古典就是一路上来师的老师来说，他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，所以老师就是在我研究所还没有毕业之前，就是1年级下学期的时候，他就有一次把我叫去办公室，就跟我说，就是我们认识也这么久，因为他从大学带我嘛，然后一段讲，我真的没有带不动你了，所以就是对，然后他就拿一个便利贴封来，就跟我说，你就联络这个老师，就是你后续的学分作业，就是接下来的，就是由这个老师帮你带完这样子。后来有通过吗？我就还毕业音乐会，然后论文结束后，我就接着马上去周边的嘛。想讲好像好不懂事，然后想要过得特别在一起请啥跟他。老师就离开了。对，我后来接到一通同学，就是同班同学电话说，我们要去2滨，因为老师就离开了。对。搞不好老师是因为气你，可能吧，对啊 ，Hello， 对啊，可能吧，可能啦，但我希望他不要生气了，就是我觉得老师我觉得没有唱流行歌没有不好，但我觉得把古典美声的东西带过来唱流行歌，我觉得可以帮助很多人。然后我觉得我在做帮助别人的事情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也一直在做的，这也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。对啊，你真的要报答老师吼，正经的同七家，我对七家有痴心啦，我同七家做的事情做好了。你现在好像何老师，何老师很常跟我说，你都妄自菲薄，然后就把我踢出去。好，对啊，那有惩罚你，你对你七家有信心，也要对看好你的人有信心。好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加油啦！卫生纸啦，我们这边今天上台都送1张啦。对啊，今天卫生纸很有销量。嘿呀哈。对啊。洪义军加油啊哈！好了，下一次来那个闹年演歌飞。闹年演歌飞啊，等啊。好嘞，撒下来。撒下来来稳住，俺们的唱艺术师。天上老丹芙，依花开山铺，在凉风中跳舞，敷衍落下了太阳，打乱了脚步，心跳在加速，远方空等你，爱点点空等你，相爱讲。名的唱艺术师，爱唱
创造灵感宝贝，也给命的从艺术是天空的云，发出爱心，冲出爱的眼里。 老短裤，已发挥散步，在凉风中跳舞，忽然落下了太阳，打乱了脚步，心跳在高速，面风风看等你，爱点点看等你，相爱过。 从此命定的钟情，本创造灵感宝贝，也给命的创意，似是天空的云，发出爱心，从此爱的眼里。从此命定的钟情，本创造灵感宝贝，也给命的创意，似是天空的云，发出爱心，从此爱的眼里。 情歌啊！对呀，哦，对呀，哇，用哎，你自己起鸡皮疙瘩。如果两首歌都是罗文玉老师的歌，对不对？刚刚归来，哎呀，要调，哎呀，比较归来迄个胖咖啡机的歌，其实对呀，哎呀。啊，对，两条哎呀，差不多是这样子，差不多给两时的歌诶，但是创意舒适，哎，弹迄个几落较好弹。当然啦，那个专业老师呢，对不对？致敬致敬。对。我有，你每唱咩要其次个有来。我有咩嘅感觉啊？我有降 key 耶。有降 key 你有降 key 啊？才唱得上。应该要啊。对啊，不要让我们让我们舒服点。你是要献给谁？献给我的前男友。你的前男友哦？对呀。那你老公怎么办？就是前男友就变老公了。是的，我的老公。哎呀，献给我先不人老公哦，有来嘛？见不见？在我心里。你老公伊种唔做甜，随身携带啊！哎，全部唔是假的。有上司声音那个会甜的啊，他对你很放心呢。对，是应该啦，应该哦。你老公对你很好。对，还不赖，还不错。主要是今天想要感谢他，就是对他一直以来对我的疼爱跟包容。对，因为我有时候一定要很大的包容。我有时候要牵着，你知道吗？像那个脱缰的野马。哦，像薛家妈是不是？别来不准了呀！对啊，主要是他真的是对家庭很付出啦，对，然后又可以就是爱屋及乌，很负责任，然后对你不卡你们情。对，然后在这几年结婚那么久，就是也经过了一些风风雨雨，对亲人的离开呀，或者是生病啊，然后也是很陪伴。对，蛮感谢的，对，蛮感谢的。古时候今日来跳歌特别本对，平常会带你来聊，是归我看来聊。特别照顾你的事情有吗？有哎，真的，因为其实我蛮重吃的，对，就看得出来。有哈，最近是不是有幸福肥？就是有时候就是突然会很想，很像怀孕，你知道，但是没有，就是突然我董胸会生。瞎子啊，然后他就会很奇妙哦，就会默默的去生出胡椒虾啦。你是说你都没讲他就知道了？没，还会讲我好想吃虾哦，然后我就在追我的剧啊，就会端出一盆那个又烤虾，
啊，什么胡椒虾、炒虾，溪里抓呀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会生出来。哎呦，对，你就随便让用讲，嘿嘛，就很甜蜜。哇，那很棒哎。对啊，把我养得肥肥的。那你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有没有？之前怀孕的时候一定会更想吃很多东西。有一次半夜有一次想要吃，不知为何有点矫情呢。哎呦，好想吃樱桃哦。见人就是矫情。因为知道是女儿嘛，哎呦，好想吃樱桃，里面应该会白白胖胖的。真的去生樱桃给我，半夜哦，半夜樱桃本，半夜都天講，哎呀，唔知哪買呢？點解來台北買吧？叫乜走去台中買啊？冇台中攤子，台中哦，你走去台中攤子買啊？親愛的，你就按不要半夜講啊，天公張俊磊這樣。沒有，就是過1個小時、2個小時就出現了。哦，對12。他可能終於逮到機會，順便去台中忙一下了。對對 ，OK， 去過泉水一下。對啊，他主要他真的是，因為他工作很忙，然後又要花時間幫小朋友交作業啊。交作業啊，應該的，給老公是好。對我數學真的不行，不要找我。對，然後就是看作業，然後家裡也打掃得很乾淨。對，然後你在家幹嘛的？追劇而已哦。我會負責我的區域。哦，對對對，就是沙發，對，然後跟孩子的心理輔導之類的，哦，帶小孩子玩啦，對我做，你就擺臉就對了，我做擺臉，沒錯，我胸不起來了，孩子王啦，對，太新了。我跟你這都懂後運啦，加到後老公呢，對呀，所以老公有你是我的大幸運，灌迷湯哎。哎呦，一波晚上回去再好好陪你。救命哦！我弄死你！救命哦！阿嘞，这是什么啦？翻来翻去啊！哎呀，我们合家观赏，摸不到百度按钮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好。哎呀，谢谢，哎呀，恭喜啊，老公爱你哦，爱你哦。等等一下，很可爱。哦，好了，杀好了。杀落迄陈美带落甜蜜嘅血法，哦哟，甜蜜嘅血法来。我真的喜欢他。吸引力法则，你看的就是你想要追的女朋友，就一直心里想幻想。有哦，他幻想的可彻底了嘞。对啊，他没给女朋友的时间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啊。漫步在幼童花境，迷途好清醒。愛當個樹，當個什麼，老愛有洶湧嘅心情。記得跳100款動物，草地樹下不懂愛，希望有人也走得親密嘅面頰，白白的有童話，像甜蜜的雪花，有些話不敢講，怕希望會泡湯，好想要告訴他，我真的喜歡他，讓愛情盛開，讓愛情盛開吧。噠噠噠噠噠噠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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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噠。記得跳100款動物，草地樹下不懂愛，希望有人也走得近一個面頰，白白的有童話，像甜蜜的雪花，有些話不敢講，怕希望會泡湯，好想要告訴他，我真的喜歡他，讓愛情盛開，
爱情盛开吧。嘟嘟嘟哒哒哒。 像甜蜜的雪花，有些话不敢讲，多希望会泡汤。好想要告诉他，我真的喜欢他，让爱情盛开，让爱情盛开吧。 谢谢儿子。陈真的好会唱。陈庆你懂得冲哎，好会唱啊！那条歌一书哈，写给谁的？要不要表演如何冲嘛？这条歌其实係我第一條創作嘅客家歌曲。哦，第一條。14年差唔多，14年前。14年前寫嘅歌哦，就為了誰創作出來的？為了 Judy 唱的寫的歌。當時有 Judy 啦。 如果Judy本來回憶講愛情還係愛勇敢去追求，雖然事過境遷啦，試過，就是試過，就是有試看彼此適不適合。是哦，你試了多久？從唔講係從大學啊，做兵之後出社會。 做條路，哇！你有動到年呢？有動到目標嘅對象。哦，唔講，衝撞人嘛，多情種子啊。唔講，我知道，就係我會知道對愛情，我有一些感覺，係咪係我唔適合？哦，你不適合談一段很長的戀愛。哦，音樂人都是這樣，因為你太長的戀愛，你就。 產生不出來一些創作的火花，哦，這是真的。嘿啊，唔過要不然創作人嘛，我有認識很多創作人的朋友，唔過有條歌，我知道，因為我從我送本一下嘅朋友啊，也係哦，所以。 哦，你送本Cindy，寫給Judy，然後唱給Cindy，哦，這也蠻奇特。撒下來同Cindy說要行下島嘅想法就係夢想嘅。我知道我啊當監察佢本來能夠喜歡我啦，係啊，係按樣講，我知道一下嘅朋友，張開始嘅時間冇乜私心衝嘛，對我懂後，一開始其實我知道。 我覺得她很漂亮，是，然後很正，身材也好，對不對？然後其實都是我只能從 IG 去幻想。那時候，哇，你是看着她的照片，不是，我只能想說，假使佢係我嘅朋友，梗有結好，幾紅時啲人啲節目有見過面嘛？係4年前2嘅時間。 我當大魔王 PK 該時節，該時節就有人用嘅感覺了嗎？注意到佢。那時候我有一個預感，覺得說有一種預感，有一種感覺，講我可能跟他未來會有一些可能性。你有一種頻率，就是如果我跟他待再久一點，可能他可能那一次來，你們有對到眼嗎？調查有大追個有聊天嗎？我問佢講，你喺馬來西亞？ 你係唔係馬來西亞人？因為我看到佢嘅口音，然後我就問佢，你會留下來嘛？就會不會留在台灣？就話題差唔多就按用，這麼就結束了。對，後來係因為，所以你就趕快在 IG 追蹤他，然後就看着他的照片幻想。但是他後來係因為我有做天台嘅節目，我就故意邀他當來賓，這樣。哇哦！然後，其實我跟你講，我以前看過一本書叫《心想事成》，真的很多事情就是這樣，就吸引力法則。你看着
就是你想要追的女朋友，你就一直心里想幻想。有他幻想的可彻底了嘞。对啊。他没给他女朋友的时间，他手机画面就是他了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啊。我靠。真的就不敢看到啊。也感谢吉娜超前部署啊，也感谢吉娜给我这个勇气，因为我知道其实我喜欢一个什么啊，好像还是会需要一些人给予一些鼓励。因为有时可能朋友啊不抗应，他可能会觉得说，他是不是不太适合你，还是怎样？不过我知道对谈恋爱呀事情，就是要跟着感觉走，就是放宽心，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设限。但是给给龙是有些某心型，给龙是哎，在你节目当中有促成唔同跟美丽嘅大家加起，那个你有想吗？他也是有，你有想？我很认真在找对象，那个时候，你刚才知道我觉得我太认真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我太想要有。我太想要有了，你太久没有了，所以又太想有了。有想是痛胸嘞，你好像觉得身边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啊，知道某种情处没有多情种子。还有人爱知道要他给朋友对爱亲厚他都很鼓励我，要陪伴来谈爱，陪我走过我觉得蛮低潮的时候。基督会本来。就是她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，给我这个懂温很阳光的一个女孩子。所以我就懂很薄了。事业、爱情两得意啊，懂很薄啊。我问你哦，万一他有一天他说，我想回马来西亚，你会我挺给吗？还是用哈，如果没有什么负担就。把那个房子卖掉，然后换那里的，可以弄两层呢。那里比较便宜吧？可是我在想，我在那要做什么工作？做音乐啊。对啊，你也可以卖炒粿条啊，那边的粿条好吃。你弄黑一点，你长得很像马来西亚人。对啊，我是泰国。没有，马来西亚也差不多。今天要很感谢这个衣服是林展毅老师的，难怪我觉得就很马来风啊。哇，我知道 V 类嘅事情，唔好用太多。V 类张类我珍惜当下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珍惜当下。也祝你幸福。真的，我为你们高兴。真的好开心哦！我知道的时候我也刚好有幸看到那一小段八卦。大家掌声就祝福他一个。对。祝福同样的小太阳，好嘛哈？对啊。好。今天多谢人家对我来分享人家的最挚爱的一个。好比好朋友，掏心掏肺。谢谢你啊，谢谢安子姐。在这一段就结束了。按来看下一段精彩的节目来。看咯。有可以多办个样子。一整礼拜有7、8班。啊，还有类有演嘛演员，居然用狗友班搞好上的拉倒嘞，想讲买充片做在存钱。没。老年音乐会，哇！今日的节目当中啊，来到一位特别来宾，应该算客家嘅非常励志的一个歌手啊，这个精神哦，真的他等下要得学习。真的哦，伊根本要分享佢嘅音乐故事，希望做得带本人嘅观众朋友正能量。对，之前也有来过你节目当中，没有做评审欣赏，被我也没有哈。他是英国青树师，这个歌啊，当经典，冇错，当接唱。董家聪哦，三浦强嘛。好了，欢迎一位小隐形先生。
铺路，行过几多风雨雾，假使缘无缘分，让我相知相爱相思。缘假爱，就像风中的花蕊，短暂又迷离，掉落随风去。感恨的缘分切，注定难相守一生。感恨的路断了线，愿到情空遗憾。假使有来生，不讲你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遇。茫茫人海里，难以寻到你，两爱在你书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轮回，不讲你变心，千山万水也未寻到你，把在你书中给你，两爱在来生相遇。一铺路，行过几多风雨雾，假使缘无缘分，让我相知相爱相思。缘假爱，就像风中的花蕊，短暂又迷离，掉落随风去。感恨的缘分切，注定难相守一生。感恨的路断了线，愿到情空遗憾。假使有来生，不讲你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遇。茫茫人海里，难以寻到你，让爱在你书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轮回，不讲你变心，千山万水也未寻到你，把在你书中给你，让爱在来生相遇。假使有来生，不讲你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遇。茫茫人海里，难以寻到你，让爱在你书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轮回，不讲你变心，千山万水也未寻到你，把在你书中给你，让爱在来生相遇。哦，摄影星欣赏。哎呀，肖老师，哎，你给我们看到哦，来，来，同天数一下。来啊，好，来，龙哥，
是啦，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沈雨欣。开始开始糖到后糖的歌声了。贴配油腔来唱歌，大家听。系啊，那个歌个三部曲真的系。经典的，莎莎会唱的，有时候去欣赏考了3条，看伴随传奇。唱到呀！要装专心我不加油呢。不加油啊？有啊。这种是我那小宝环呢。小宝环，对。还有了有改名呀。哦，系啊，一当专心。應該唔免捱買啦，應該送嘅啦。送嘅啦，應該係。你還記叫以前發行嘅專輯？21年咧。21年咧，哇！21年就發行，你還記種嗎？記種哦，這種是佢是從客家過嚟哦。對，我啲佢還有搞國語班，國台客全部都有搞。全部都有搞。跟人用嘅探入果樹一條歌。佢當時我上了台北哈，朋友介紹我去立秋下。秋下先生嘅辦嘅啊。嘅辦，好唱歌啊。跟冇唱嘅呢，乜嘅？用情兔子，用情兔子，可能沒有啊，難懂。今日唔敢唱。唔敢唱。講秋下先生要不叫字。秋下先生就唱好。大概招牌 Q。我今日真係唔敢唱。哦，後來因為安樣嘅關係，你去秋下先生嘅歌謠班，就安樣就做歌手咧嗎？冇，唱得太好咧。我老公人個介紹，佢還有衛星第4台。哦，講電視台。固定啊講。你是客家人，你要不要去比看看？我說好啊。我嗰陣時係網有客家電視台，對媽媽。啊，V 神電視台啲都有客人嘅比賽。係啊，做比賽講20館，講下之後就出來，練習做老師，自家都看，自家開班做欣賞，自家都看練電子琴。要開到班嘅樣子。一個禮拜有7、8班。哦，安樣班咩算一度啊？一個禮拜7、8班。係啊。佢當然懂無限呢。係啊，千無限。就照上照下，特別就照台北演示照嚟照。哦，唔知台北演示搞啊？對。唔係啲廟裡樣子嘅。無能就加上咗台北咧。哦。對啊。啊，後來要喺演邊嘛演員，居然用歌謠班教學生嘅拉到咧，想講買唱片做得存錢。咩我嘅係是香港嚇，我錄好教嘅啦。錄好教嘅。好教個嘅下就讀到錄口水歌，讀到尤兆琪老師。哦。他是我的錄音師。錄音師。對。張奎是。嘅係忙出道。哦。忙出道。叫做幕後誒。哦，讀到人哋嘅有小氣先生。佢同劉馬嘅演。那口水歌啊，口水歌啊！我那首主打是紅梅，哦，鳳梅係一個看幾朵花落花開，愛哦，咩啦？哦，還有咧，喺翻唱歌嘅嗰種是應是。蛤蟆老師有時候去欣賞。哦，佢就一定開始講啊，我要乜嘅歌嘅，係嘛？咩？給他講，楊夏老師啊，而有一首屬於自己的歌，那個專輯哈，那去佢出一張，佢就按你兩個怪呀怪呀，出一張專輯。哦，難怪叫人都怪。怪。蛤蟆。千位怪。那就發行倆小寶還2種專輯，係冇？佢經典嘅作品都啲地位度嚟啊，係冇？梅艷芳，鍾仲依，仲有2條路啦，龍婆演，係咩？我都要神夢尤兆琪老師，因為佢係個北平嘅，北平，嗰種是腦瘤係的，係木竹會館，對，啊腦瘤會館係哦。有一擺視察到高速公路，我要照後鏡，我要換道嘛，換道後擺，我一高興嘅，砰！就動彈人迄個推倒轉，我就吃了幾下擺做按樣啊，專輯剛有一擺，我專輯做好放，就是告一個段落就放輕鬆，手不卡看電視，奇怪，一邊看一邊，怎麼像下雨？一邊真爽，我我就看眼口，你知道講，你這個會檢查，給去長庚呀，萎縮很快。哦，真的哦。佢帶醫院檢查嘅。一檢查就一粒雞卵都要總檢。哎呦。哦，壓迫到視神經。腦瘤哦。哦。還有你開刀嘛？有處理後。有啊。就影響到人嘅母豬。
对啊。所以也下迄亮点木注毛毛。一粒看唔到，一粒看唔到。因为你开出了，它已经有伤到了。一粒就存到头上，按一滴滴的进。可能都有一个市区就冲嘞。一公尺底要看得清楚。哦，一公尺。后来了，它应该有它慢慢的较好一些嘞，发急救的时间应该有较好一些嘞。差不多2年过后才行出来。2年过后哦，真的哦。我看人陪伴我，跟莫一讲，妈妈你要走出去。真的。我说哈很难走，他说你就跨出去就好了。哦，对啊，用讲的很简单。把心打开，阳光就照进来了，对不对？是菜花啦，我相信去加有力力量嘛，系唔系啊？之前行出一张有机会进来，对啊对啊。后来张有后来的转系出来嘛，系冇？哦，也系天撞嘅后来。你喺后来的转系啦，因为就改名了嘛，就改做俩名的错冇。对对对。重生。蜕变，还有哦，对，浴火重生，涅槃重生，系冇？对，重生2种转型。佢今日又帶來一條歌嘛？第波都會轉起啲歌嘅嘛？有冇？有啊，其他歌嘅，哪條歌嘅？雷鬼山歌。雷鬼山歌是在哪一張的？蛻變。蛻變2種轉型。雷鬼啊！哎呦，你把山歌改成雷鬼的感覺。雷鬼本來就係客家人嘅。一種音樂形態哦，不是東南。牙買加嗰片呢，唔過係客家移民過去嘅，移民，他客家的移民有加入雷鬼這種音樂風格的創作。有此一說啦，但是真的可以考嗎？係啊，真的啊，假使唔係同我見睇按字聲，哎呦就叫阿雷扛2條歌啊，雷鬼山歌，雷鬼山歌哦，趕快啦。雜茶為啥？兩山皮那山一淚，咋個手落了哩那？山意，莫看嘅情歌面我一生泪，骨折啦，就算了哩那。彩霞两山依那，山依泪，咋个手落了依那，一月的3日。莫
先前一唱有糖果哦，雷鬼同山歌做结合，系冇？有啲人喺節目唱歌樣。有哦，原來係冇唱歌啦，冇唱歌，阿偏言可能偏言唱嘅，對，變所以人唱歌啊，哦，原來人係歌嘅。對啊，佢用時讓我想講改變一種雷鬼嘅方式。因為佢下個製作人光頭，光頭，佢講誒，這麼多嘅光頭，光頭哪是你啊？他就叫我說，誒，謝老師，你這個清唱一下，我聽看看。跟我就。乾洗沖不一堂。哎，老師你是練家子啊？你講誒，可以把它改成不一樣的東西。我說要改什麼？雷鬼山歌。我說我們是堂歌嘛，講雷鬼。跟我笑啊，好吧，那就改看看。結果你知道嗎？我好有兩張樣，一蘿蔔墩，蘿蔔墩，墩，當叫人墩出來。開始不好抓，他也要反拍，等一下又正拍，等一下反拍，哦，都亂掉了。雷鬼天王要找那個馬斯卡，哦，他真的好厲害，他們。那個真的厲害。我要練東陽啊，你們，我可以一邊玩大老二一邊唱。哦，我欣賞咩厲害啊？練到合一的歌跟人合一啊，我根本不用算拍子。哦，真的哦，我可以一心三用。雷鬼就會按鈕，我還可以一邊看電視啊，看玩大老二，然後一邊唱。難怪。所以你到底是大老二厲害，還是唱歌厲害？你重點好是大老二。奇怪啊，為什麼不能玩撲克牌？一邊玩撲克牌。那就撲克牌啊，他的名字叫大老二。步步高升。哦。你還有那會他真是個名誒。哦。老師，我請教你哈，那也冇做得看唔到，你唱歌有冇較專注？當然會啊。會哈。我比條班還要專注的。一聽我在唱的時候，其實前面我都把它當做都沒有人了。然後所以就 focus 在唱歌的部分。對，我就一直專心衝刺改歌誒。要唱的。之所以唔可以講因為也看唔到嘅，我以為蠻難吐嘅咧，冇。以前看一度開會講，也看唔到，反正你就當做他們是木頭人就好。哦，木頭人，也是啊，哈。對啊。傳統山歌咩強用嘛？對啊。對你來講有難吐嘛？傳統山歌。其實從流行嘅呀。張奎是一聽會難吐，因為哈氣一定要足，那個氣冇就好，從那班就團體嚟。嗰時候自己要去拿捏，就唱啊也唱，你自由版的，你都來去唱就去唱。哦，落山歌。你氣要怎麼換？水參與。嘿，你只要人家聽到覺得順就好啊。就像我剛才唱啊，三年冇看嘅情歌面啊，你不一定。三年冇看嘅情歌面，不一定要跟着拉拍，你可以停一下。你之後都係衝七個 free tempo 啊，對，然後你會不會就是來開衝的，那個味道又冇咁。水彩唔經意上去教嘛㗎？人家說對，衝到一半，喝一口水啊，繼續下面。又是打兩隻大老二。老師其實真的很有趣，有上次的周欣賞的時間，佢們請會自我調侃，一樂觀的人呢，雖然看唔到，但是係聽得到哈。讀到人生安泰嘅時間嘛，哈，按樣行出來以後，那我講嘅6年哈，我重生好幾次，真的，我接到通告前一天我還跌倒，又跌倒嘞，跌倒，哎呦，第二天啊一接到通告，我跟我自己講，我不能再這樣子，聽你就開始去行路練功。把那個音跟氣把它調回來。哦，係有一隻通呢本，今日唱嘅可能冇清好，唔係，是比較甘苦啦，就比較吃的比較多的痛苦，所以唱出來比較有味道。咩嘿啦，你咩嘢你練埋，係冇同披薩冇共用。所以你今日睇到也注意咧，同學嘅勵志嘅故事啊，很正向，不能令觀眾希望大家哈，每天都可以把今天好好的過，明天要怎麼樣隨參與，明天一定會到，不管到不到，今日做好親好。對。就是這樣。讀到唔好嘅事情，今天一定會過，對不對？對，但明天又會來。
明天是明天再说嘛。是啊，明天有别的事要烦恼。对。那其他人我都讲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。金色呢？哎，我真的有时候每天早上起来，我说哎，感谢老天爷又让我再多活一天的。真的哦。对啊，有时候感恩的心要好好把握。是，今天真的非常欢迎，坐在这里听到原汁原味的重音。重音，真的，各位听众朋友穿到嘞。对呢，用书啊，今天我创一条歌，听众朋友每本下班，每本下班的，哎呀。真的。哎，什么时候进下禮拜要幾位再過嚟節目創過唔得啦，好嘛？係啊，補充哦。因為今日創到種音呢嘛，有個雷鬼山歌，係啊，平先不研發，好嘛？拜託。In Office Part 2，好嘛？好 ，OK。好，安尼今日安尼節目都要結束啦哈。哎，好窗口的朋友，繼續嚟報名哈！給他打電話落去，96667人等台這個打電話。哎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還有多謝呢蕭元慶老師，謝謝。哦，繼續去運通電歌哈，謝謝，歡迎下100個來。什麼小強老師還有我最欣賞，謝謝，辛苦嘞。什麼現場各方面，謝謝，辛苦嘞。好，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天的準時時間呢。農業大擂台，農業共好。